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阿教授嗱，我喺上一節裏邊咧講到咧，由於啲船咧過唔到要霍爾木茲海峽，去唔到目的地就落貨，咁咧變咗目的地嗰度咧係冇吉嘅船、空嘅船翻去波斯灣係攞貨，咁變咗啲船嘅就突然之間短咗啦，即係供應啊啲貨船啊或者遊船啊即係佢嘅即係交通工具少咗，簡單。咁會唔會個國際航運大兜亂咧？個兜亂就唔會，唔係兜亂，唔係兜亂，咧係大混亂。唔係兜亂咧。佢唔會嘅，因為你啲計得到你由呢度出，但係你因為少咗20% 嘅油咧，喺呢度可以出到嚟咧，咁你即係話100個人用80個人嘅嘢，係嘛？咁你個供應少咗，佢唔係油價上升咯？油價嘅上升咁啊係因為油價咧就好直接影響一條傳導鏈嘅，有一條清晰嘅傳導鏈，就係你一油價上升咧，就所有啲運輸成本就會增加啦，然後咧嗰啲原材料啊嗰啲成本又增加啦跟住最後反映到咧我哋日常嘅衣食住行裏邊嗰啲價錢咯咁衣食住行嘅價錢一上咧，咁咪即係通脹壓力咯，係咪？咁如果你通脹壓力，咁就好容易啫。咁所有啲政治嘅領袖咧，就係帶領住嗰個地方咧就頭赤㗎啦。咁當然啦，喺嗰個我哋叫貨幣政策方面咧，咁佢就要希望即係唔好咁快加息咯，係咪？唔好咁快加息。OK，嗱，如果再係咁樣咧，油價升咧，即係百物都會貴㗎啦。OK，咁會有啲嗰個影響，會唔會即係嗱會全球嘅經濟會會唔會再出現所謂滯脹啊 stagflation 因為所謂滯脹嘅話咧，計通脹，不過經濟係冇增長嘅，甚至係倒退嘅，會唔會咧？咁梗係會啦，因為你唔係即係睇翻Ronald Reagan 個年代啦，係嘛？咁佢個滯脹嘅情況就係咧，你高通脹，但係咧個增長咧經濟增長低或者咧負啊嘛。咁呢個風險咧就一定係繼續上升㗎啦。咁所以令到咧啲央行咧就應該咧你個通脹翻嚟，佢又唔敢減息。但係唔減息咧，經濟又會繼續放緩喎。所以咧，而家油價咧，如果維持喺高位2-3個月咧，咁最大影響咧就當然係歐洲，其次就係中國，再其次就係印度、南韓呢啲、日本呢啲咧面臨好大壓力咯。咁你話油價上升唔係淨係能源嘅問題㗎，而係整條產業鏈、整條嘅成本鏈咧。都係比抬高啊嘛，咁先至咧牽一發動全身咯。咁啊慘咯！咁你香港唔可以即係獨善其身噶嘛？咁你美國方面會點樣應付呢次能源嘅危機咧？嗱，咁佢呢一任總統咧，佢嗰啲每個部長都有板有眼啦。咁佢哋去準備呢場戰爭咧，你亦都要相信佢哋咧一定有所準備。嗱，以我哋咧即係嗰個觀察咁佢有3個工具可以用嘅，去幫助咧全世界嘅油價穩定啲嘅。就係咧，佢會釋放嗰啲戰略石油儲備啦咁。第二就係咧，佢會將自己嗰個石岩油啦，同埋委內瑞拉嗰啲啱啱控制到嘅油咧，搏命咁泵出嚟啦，增加嗰個自己美國同委內瑞拉嘅產量咯。第三，佢梗係會揾沙地阿拉伯施壓㗎啦，要佢咧佢哋係最佳盟友啊嘛，咁就叫佢快啲增產咯。咁增產咧就喺嗰度咧，希望心理上啲數字咧會平衡到用油嗰啲人咯咁。即係希望壓翻低。喂，咁我調翻轉嚟問喎，因為仲有除咗美國自己有足夠油啦咁但係咧中國同埋俄羅斯個角色會係點？
因為中國有60%嘅油咧係要靠入口嘅，俄羅斯只最多俾到2%嘅啫。14到17%，可能有到2%都係嚟自伊朗嘅。咁即係中國會唔會係一個大輸家？就反而俄羅斯咧係一個大贏家咧，因為俄羅斯啲水咧、啲錢咧，大部分咧係靠賣原油嘅。而家原油突然之間就升咗，佢咪隻數晒，因為個生產成本可能係一樣嘅，但係賣貴咗咁多，可能隨時過3位數字嘅喎。哇！超過100蚊一桶嘅喎。咁啊，俄羅斯係收錢啫，收錢佢梗係有着數啦，都貴咗。咁啊，中國咧亦都可能因為封咗個霍爾木茲，但係如果係插佢中國旗嗰啲咧，佢放行噶嘛。咁所以咧呢個就要睇佢哋俄羅斯即係未來掌舵嗰個伊朗人啊，嗰個伊朗神權領袖會唔會歸位啦？又或者啲軍隊控制啊？又或者你話啲文職官員控制嚇？咁亦都咧，佢哋自己嘅人民會唔會爭取呢個47年嚟嘅唯一黃金機會咧，去改變嗰個制度啦咁。咁但係咧短期裏邊的而且確咧，中國同俄羅斯咧喺戰術上嚇，相對西方國家咧，佢就係有得利嘅。因為當全球航運成本上升咧，某啲國家包括咧佢有充足能源供應賣出去嗰啲，即係好似俄羅斯，佢就嗰個優勢就會大啲啦咁。但係從中長遠角度嚟講咧，其實全球嘅貿易規則會受到衝擊㗎嘛。你睇中國，佢係仍然係全世界嗰個世界工廠㗎嘛。咁啊，只不過佢唔將即係俾你美國嘅高關稅限制咗佢出口俾你美國，佢咪將嗰啲貨傾銷去歐洲咯。咁所以你見到德國啊嗰啲係佢最大嘅增長嘅買即係中國貨，而成個歐盟或者加埋其他唔係歐盟嘅國家，成個歐洲係2025年咧係創咗佢哋有史以嚟同中國做出入口貿易最多嘅紀錄㗎。咁所以短期嚟講，佢哋咧係會因為咁樣咧而戰術上得益嘅，但係長期嚟講就係因為你嗰個發達國家嗰個購買力跌咗咧，咁你就會受到衝擊咯。咁就變咗破壞咗咧即係話直接咧嚟講咧就會破壞咗咧即係全球嗰個貿易嗰個平衡咯。好啦，我而家又post 另外一張相上嚟嘅。嗱，你而家見到啲3隻船咧，就平衡咁擺喺度咧。呢3隻都係 tanker 郵輪嚟㗎，因為我講過郵輪咧個駕駛艙喺船尾嘅，3隻都喺船尾嘅。OK，咁咧就前面乜嘢起重機乜叉都冇嘅，呢啲就係 tanker 郵輪啦。OK，咁咁樣排法，即係話佢唔可以開行啦，佢唔可以開行啊，即係滯留啊，好多遊船滯留啦。咁我仲其實好多問題咧都要講下嘅。其實中國有冇可能向呢個伊朗施加到壓力咧？嗱，其實大家最擔心嘅問題有一樣嘢，問題根源就係伊朗想發展核武器，嗰啲濃縮鈾咧就越提煉越精，去到即係去到60度噶啦，60%噶啦，即係越去到，如果你一路咁上去咧，喺好快嘅將來咧，佢去到80度咧就可以做核彈噶啦。咁即係呢啲嘢咧 ，enriched uranium 咧係最恐怖㗎。咁即係將心比己啦，就咁啊。當年蘇聯都唔想你中共有核彈啦，咁你中共又想唔想北韓有核彈啊？梗係唔想啦，因為但凡有核彈就會唔聽話㗎啦。個形勢咧就個變數嘅風險咧係完全係高咗好多嘅風險。咁如果伊朗有咗核彈，喂世界國家個個國家都有權保衛自己，係不過咧俾啲咁嘅國家有核彈咧，你就唔成個世界咧就唔得掂㗎啦，係嘛？根源喺呢度。啱啊！咁你中共會唔會向伊朗施加壓力？喂，算啦，唔好搞，我繼續同你買油啦，同你做生意啦。OK，即係我叫美國佬唔好去到咁盡啦。
你一取消咗，你唔發展核能，記住啊，日式有核能咧，就距離原子彈、核彈好近嘅啫，識得嘅時候相差好近，兩者有絕對關係嘅。OK，交翻俾你啦。唔係咁，佢對伊朗施壓咧嘅方式就係氹佢啫嘛。即係咧你要我哋叫做實際嘅用途啊嘛。就係而家個成個大形勢係以色列同美國咧已經掌握晒啦嘛。掌握晒即係話佢只不過唔會咁蠢，派地面部隊入去咧俾你拖佢啫嘛。即係佢唔會好似烏克蘭咁樣，俄羅斯俾烏克蘭鉗制住佢，拖住佢，係嘛？咁但係俄羅斯最大嘅分別就係佢係想侵略人哋嘅領土啊嘛。而咧呢個咧以色列同埋美國咧係想打殘呢一個搞震冇幫襯嘅流民啊嘛。打完之後佢就走㗎啦嘛。至於咧呢個流民國家點樣去執咧，佢就要靠你哋自己人民去自己爭取啦咁。咁所以中國亦都唔會咁戇居，自己咧派個指揮官話你應該點樣做啦嚇。咁所以佢咧就會利用伊朗咧嚟作為佢咧談判嘅籌碼，就係話嗱，我做咗個大佬咁耐，佢咧唔多唔少都會聽我講嘅。咁所以喺未來3、4月特朗普或者同阿習近平坐低，就有機會攞伊朗嚟做一個籌碼，就話由你中國去即係勸佢唔好封嗰個霍爾木茲啊。咁咧嘅籌碼就係咧睇下美國同中國嘅咩嘢交換咯。呢個交換就當然換嚟咧中國嘅喺經濟嘅壓力嘅減低啦。咁譬如話減關稅，又或者譬如話唔好逼得佢咁急咁即係呢個變相咧，中國就會利用咧呢個勸誡伊朗咧作為佢同美國嘅 overall 戰略上，除咗貿易仲有其他啲價值觀制度上嘅變化或者嗰啲譬如某一啲嘅制裁可唔可以釋放嚟做個討價還價咯？嗱，有一種講法咧，嗱，短期內中國可能係輸家，因為啲油貴啊嘛，佢靠啲油。如果佢有戰略性儲備嘅石油，但係啲油都係緊張，你唔知真係幾時打完噶嘛。但係咧 on long hand on the long one 咧 ，in the long one 咧就係咁樣啦。中國可以參加戰後嘅重建嘅喎。你知大陸咧去起屋咧，起 infrastructure 係好叻嘅喎。起屋起基建好叻嘅喎。喺伊拉克咧打完之後咧，中國咧佔咗伊拉克重建嘅 project 40%喎。你知大陸就輸出啦，輸出佢即係話一帶一路之類又輸出啦。咁仲有大陸咧係產能過剩。咁而家啲好機會嚟嘅喎，呢度炸到爛晒。咁佢嗰啲鋼鐵即係水泥工人工程師又可以輸出喎。會唔會中國都係in the long run 係一個贏家咧？救佢嘅你問得相你問得相當好。不過咧，你要知道伊拉克當時咧嘅重建咧係唔係佢揸莊啊嘛？係當時佢分開譬如你兩伊戰爭之後嘅重建，即係咧90年代嘅重建，到咧侯賽因直識被小布殊鋸咗之後嘅重建係唔同嘅，係嘛？因為咧最主要係睇未來嘅伊朗佢係仍然係由神權去揸 fit， 抑或咧係真係改朝換代咯，係嘛？即係如果我哋最簡單就係，如果係巴列維能夠翻嚟行日本戰後敗國嘅君主立憲復活咁嘅就一定益唔到你中國啊嘛。如果你仍然係咧嗰啲神權領袖同埋嗰啲佢哋啲咩灣仔之虎尖東之虎打生打死之後咧，整咗一個大斧頭上嚟，嗰個揸莊咧，咁就益咗中國咯，係嘛？
咁啊，所以要睇未來咧邊個正式咧跑咗出嚟啦，跑出嚟管治呢個即係伊朗咯。睇睇邊個跑出嚟啊！我要有啲咧係要即係補充下嘅，就係咧而家伊朗嘅神權政權啦，大家可能聽咧未必一定明白嘅，即係政教合一，宗教嘅領袖就等於佢政府最高決策人。OK， 大部分國家都唔係，包括係伊斯蘭國家咧，都係世俗化。所謂世俗化咧，宗教還宗教。就係咧政府還政府，政治還政治，係政教分離嘅。咁呢個 concept 咧就嚟自歐洲，歐洲咧喺中世紀嘅時候咧就政教合一㗎啦，搞到咧真係好悲慘嘅故事。佢哋係經過好幾百年嘅戰爭或者努力，先至將咧係政教要分離，宗教還宗教，政府還政府。美國憲法寫明係政教分離嘅 separation of the state。and church 咁啊，睇下伊朗可唔可以世俗化啦？其實阿教授喺你嘅人生階段啊，你都曾經經歷過1979年咧，你睇到新聞咧，當時伊朗巴列維王朝被推翻啦，搬咗個呢個高美尼翻嚟啦，你清楚記得當時嘅啲鏡頭係點嘅 ？OK。咁伊朗其實距離香港好遙遠嘅。咁由於咧伊朗係有革命嘅，所以咧日日都有新聞睇。我哋知伊朗係變得係咪咧？咁仲有一樣嘢，冇錯我會問啦，係咪即係如果中國政府嗱而家依個卡梅內伊就死鬼咗啦嚇，即係咁，但係會唔會任何嘅政權嗱，將來如果伊朗係第一世俗化，第二變成民主政權，中國同伊朗嘅關係係會即係大降溫咧？呢個係大分離，唔係降溫。因為咧，當佢親西方嘅時候，好自然咧就中國插唔到旗咯。嗱，你諗下睇喺孟晚舟係衰喺伊朗呢一單嘢度噶嘛，係嘛？咁呢單嘢就係因為嗰啲錢咧，佢係即係大支嘢大家咧完全唔怕西方嘅制裁咧，用好多啲即係影子公司咁樣。但係出入伊朗咧，好似係即係貴賓式嘅招待啊嘛，就係佢覺得當時咧中國大支嘢啊嘛，係嘛？唔使受即係美國或者嗰啲制裁嘅控制啊嘛，最後咪出事咯，係嘛？咁嗱，你講翻嚟啊，咁如果你當嗰個未來嘅政權係親西方嘅，咁呢啲梗係冇運行啦，中國係嘛？咁所以中共咧喺呢一刻咧，佢梗係咧喺個台底度，梗係密謀咧去捧嗰啲沙田之虎尖東之虎出嚟㗎啦，係嘛？希望繼續咧能夠咧穩住佢插咗旗，投資咗47年喎，係咪？投資47年，只要一個咧世俗化改變成功，或者咧走翻君主立憲嗰個方式咧，咁就係報廢咯，全部。我哋嘅節目咧就好想大家咧係教授咧，我就有留啲 comment， 俾多啲 like 我哋，俾多啲 like 我哋。CLSS 點樣變？咁如果鬆動嘅話咧，就請我哋阿教授咧係第一咧就燒嘢啦，食午餐啦，飲咖啡啦，好唔好啊？更鬆動嘅話就加入我哋 Patreon， 翻去呢個伊朗做 Patreon， 精神。咁我繼續落去啦，阿教授。咁即係查理斯三世或者而家日王咁樣，無論佢親唔親西方都好，中共都會碼住伊朗㗎，因為佢啲石油最緊要喎。以前乜嘢王朝，即係佢大陸嘅外交咧係有現實嘅一面啊，有戰狼嘅一面，有現實嘅一面。現實就係伊朗太重要啦，佢一定碼住嘅。譬如印尼咧同大陸應該有血海深仇，而家大陸又碼住印尼嘅。OK，你嗰個緬甸咧，昂山素基年代咧，大陸都當昂山素基咧係上賓招待，一帶一路高峰會議咧就話昂山素基入場啦，習近平會親自接見嘅，握手嘅。我就有咁樣睇法，但係啦，呢個世界好難講嘅，因為伊朗太特別啦，打到咁勁啊！又交翻俾你啊，教授點樣總結今日咧？
大家即係香港人使唔使驚咧？啲股票啊跌咗3日喎，即係跌咗好勁喎。咁你點睇？咁你會睇到咧最大即係我哋最關注嘅就係中國嘅經濟會唔會受到好大衝擊啦？係嘛？咁我哋睇到咧呢一場戰爭咧，俾到中國嘅係的而且確好大壓力嘅。第一，因為會能源成本上升咧，咁物流成本又上升啦，跟住咧通脹係會翻嚟啦，輸入通脹。咁但係佢自己咧就係房地產低迷，內需又疲弱，所以咧呢個翻嚟嗰啲通脹咧解決唔到佢嗰個消費嘅，咁咧變成呢個咧結構性壓力咧仍然會喺度，就唔會因為咧即係嗰個能源嘅問題咧而能夠咧即係其實係加強咗佢啦，加重咗佢個經濟負擔嘅。咁所以咧，你從呢度睇到能源咧嘅依賴咧，就係而家中國咧最脆弱嘅其中一環咯。係。咁而家呢個最脆弱嘅其中一環就係話咧，如果呢個世界任何嘅衝突令到你咧俾人叉住條頸嘅，咁呢個就係暴露咗你咧最大嘅弱點啦。而呢個最大弱點咧，就好似咧當年Covid 咁樣嗰個供應鏈咧出咗問題，咁進入咗嗰個高風險嘅年代啦。咁而亦都咧引申到咧整個中美嗰個未來嘅談判啊，都會咧從貿易咧引申到能源安全嗰樣嘢咯，係嘛？咁所以長期嘅格局咧，而家正係由美國帶頭咧塑造緊。咁塑造成咩咧？就係佢一定係廢咗即係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啦，已經跟住就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亦都廢埋㗎啦。跟住咧聯合國咧又冇錢，佢咧又要問佢攞嘅話咧，咁即係咧又要由美國嗰度咧接收嘅話咧，就由美國重奪嗰個話語權咯。咁所以咧。你會睇到打仗就可以改變到咧，即係嗰啲航道一時引起咧啲油價上升啊！但係咁而整個美國咧，佢要嚟緊咧花呢2至3年任期，即係特朗普呢個任期去改寫整個世界嗰個政治同經濟秩序咯。咁呢度可以從佢點解咁強硬同以色列合謀咗咁耐咧？一定要出手咧，砌佢呢一鑊金嘅就係咁解咯。咁擔唔擔心呢個中期選舉咧？哦，咁佢有限度啫嘛，因為佢咁早砌，佢就係預鬆動啲時間，即係譬如2至4星期，咁而家變咗咧6至8星期，6至8星期可能咧變咗咧一季咯，係嘛？咁佢都要搞得掂㗎啦。咁搞得掂咧，佢仲有時間啊嘛。但係佢試到咧，中共咧就係鱷魚頭老襯底咯，係嘛？試到中共就係你而家咧你咁叻，你就派遼寧號同山東號去拍喺霍爾木茲啦，係嘛？咁你俄羅斯如果你又想嘅話，你咪派隊黑海艦隊嘅船隻拍喺霍爾木茲咯。而家你兩個咧都係口惠而實不至，平時咧就攬頭攬頸講到自己幾好打，係嘛？一砌出嚟咧就連耶都冇得耶，跟住咧仲要咧嚟緊咧仲好醜地，自己條僆俾人揼到碎晒啦，仲要咧自己喺紫禁城去迎接特朗普。咁到時人哋攤開張台，咪俾啲叫價咯，係嘛？咁其中可能一張牌就係黎智英咯。好啦，嗱，結尾之前咧。教授，我再講多少少啊，同大家分享嘅嚇。我有朋友做生意嘅，佢話啲船係講船期嘅，即係話咧135有隻船嚟香港，佢就載貨去美國。246咧就有隻船咧嚟香港咧就載貨去中東嘅。咁如果你係出口嘅，你係商家嘅話咧，你係唔會理佢係邊個國家嘅船。總之有船期，唔該啲貨咧就快啲上咗去運去外國，人哋收到又可以俾錢啦，係咁樣計法嘅。再講一次，跨星條期美國期嘅貨輪或者郵輪
未必係裝美國貨，可能係裝中國貨，包括比亞迪啊，仲有即係廣東省出嗰啲洗衣機啊、雪櫃啊嗰啲嘢嘅。咁話5星期嘅，未必一定係載中國貨，可能載緊美國貨啊。即係運去中國，或者運去世界各地嘅，即係船咧係冇愛國主義呢樣嘢㗎。做即係航運啊，總之有生意咧，最近咧最少成本佢哋就會做㗎啦。咁啊呢樣嘢咧，我哋有冇朋友係做開船務 shipping 㗎？可唔可以糾正我嘅講法啦？咁啊最後咧就係咧，我要話俾大家聽咧。你睇唔到直播都唔緊要，你可以睇我哋嘅呢個重播。重播時候咧，都可以請我哋飲咖啡啊、食宵夜啊。第日我如果去見到請個教授食一餐見嘅，好唔好啊 ？OK， 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唔再出翻教授啦，拜拜。好啦，拜拜，拜拜。